大大家好。誒，月明，我好開心咧！嗱，今日又嚟探你喎。但係我哋今日入嚟呢個咧就係邊度先？叫做咩？打鼓嶺鳳凰農莊，亦都係香港最大個農莊，20萬尺。呢位就係莊主東哥，亦都係我鄉事會副主席。係啦，大家好，東哥，我係成日聽阿月明提起你嘅。咁啊，東哥嗱，聽聞你唔係一個普通嘅農夫嚟㗎喎。係啊，聽聞咧你有啲背景㗎喎。你我哋介紹下好唔好啊？係多東哥謝。咧，佢係倫敦大學數學系碩士畢業嘅，佢本身係一個老師，咁啊退休之後咧就翻呢度係佢家鄉嚟嘅，咁樣就做翻佢自己最喜愛嘅農業。農業冇錯，即係耕田。係啊，真係好難接住嚟，你介紹啦。OK，好啦，咁我呢個鳳凰農場咧，就喺打鼓嶺嚟講咧，就得到咧阿月明主席啦、歡姐啲咧支持，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就稍有一啲仔名氣。咁咧同時咧，我哋個農莊最特別之處咧，就係話有12種以上嗰個嘅唔同品種嘅士多啤梨咯。最有名嘅咧就係淡雪咯。我想講，係啦淡雪咧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喺某嘅高級嘅超級市場係幾多錢一磅嘅，但係咧喺東哥個農場咧都可以現場摘同埋現場食，係呢一個好實惠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冇錯，好實惠啊！好實惠。聽講你要辦呢一個香港第一屆個士多啤梨節喎。係啊，嚟緊呢個12月12、13、14星期5、6日3日咧，就喺呢個鳳凰農場咧舉辦咧香港首屆嘅第一次嘅士多啤梨節。邊一日開幕禮啊？講清楚啲喎。到時咧就係開幕禮就安排喺咧星期6，即係12月13號上午11時。阿月明你咧經常性咧就請我哋食咧東哥嘅士多啤梨嘅嚇，同埋西瓜添嘅。Doreen 咧都品嚐咗唔少個品種㗎啦。咁我哋立法會嘅同事咧，大家咧對於原來香港咧都有咁好嘅士多啤梨，所以咧東哥今次非常好啊！你能夠咧辦香港第一屆嘅士多啤梨節咧，亦都係推廣俾好多我哋香港嘅市民知道，其實香港嘅士多啤梨比其他地方係更優質、更鮮味，同埋最緊要就係咩啊？好實惠，比佢平一半以上都唔使北上啦。係啦，好多謝各位。我話會經常性咧嚟緊啊嚇，仲有2個星期到係咪啊？3個星期到啦，就係嗰個士多啤梨節啦。我呢3個星期咧會差唔多個禮拜都會嚟探下月明同阿東哥，親身去睇下咧啲士多啤梨長成嘅情況係點，幫大家速報好唔好？到時夠唔夠啊？3個禮拜10幾個品種喎，每次可能要嚟睇多過一個品種。好，歡迎。咁啊嗱，大家留意住我嘅情報啦，士多啤梨情報下嚟緊呢2、3個星期，大家唔好錯過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